断续郎，王熙两家几亲近，不与老夫新婚堂。新小姐越来越忙天仙娘，恰看在江红玉喜得花魁配成双。老夫为允许归籍内侍门生王寿前来传贤，你们要以礼相配哦。佩儿遵命。老大人，喜太尉就要到了。老夫与太尉以高楼之贵，至今心中只剩下儿女婚事。好，给老夫先去领进。父亲最好。我们是琅琊王氏，那王叔是太原王氏，主席不同，怎么接到我们中间来错些？作为兄弟，当今王后乃太原王氏之女，太原王氏许多子弟都在找终身居高官。这王寿很重名利，想去过太尉前进做考察，依据废王等岗，请允则让。听说那西小姐素发高水，人称苏州谢玉。这王寿写的一手好事，他定是想趁西子兄弟不在家，在西太尉面前泄露一手，以博得西小姐的欢心。王寿三杯血中，那是我们的次所。西子兄弟只可能为父许好脸。是啊，西子兄弟能为爱许好脸。娘婿，请。王兄来了，只为师兄弟请了。原来是窥基内侍王子大圣光临万岁，到此以后归官啊！承蒙丞相老恩师用我春家谢许，当上了职位，万请见礼。王大圣玉完多年，难道不曾娶妻？小弟身边虽有殷切宿命，但却争取之位。今天谢许是太尉千金，王某怎能不存疑？原来王兄是自重门第，小弟祝你红鸾星高照。好，我就尽力的接言。太尉到。太尉去啊！
问呐？好，童儿也我心良堂，只为言子，我与丞相志同乡，同立三公在朝堂，老夫在。请老太尉发言。好，你看王位的字帖写的玉林情。东了山，少清高。
看王家和王少写的中规中矩与本纪，你不宜去自怒发。那你看看王爷这一封，一话语里很威武，刀枪剑戟配方呀。太尉，他怎么在你眼里没有一张好的我这是病子耳朵。临时耳朵？那你来看看王寿这一张。龙飞凤舞多华彩，气势得人神飞扬。雍容华贵飞满台，你才貌就是真的将。龙飞凤舞在关头，只可惜。可惜什么？只可惜充满富贵骄淫之才，张扬不正，断了所期，无伤了。你，太尉小的恳请大家亲自裁定，岂能一动破釜乱平江？哈哈哈哈哈！言者不要去，老许是女自长啊！王丞相，老太尉府上还藏着一个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嫡亲的才儿王羲之，对，他犹豫不放，上位为父啊！爹老爷。去爷，老爷，世子公子回来了。世子回来了，世子回来了。一报堂，赴长江，从未见他。辛苦了，来，快来见过老太尉，见过老太尉。罢了。喜子，你来得真好。与大喜从天降，喜太尉玄虚郎，专登眼底来测场。你们打扮正经，原来为此。这是谦虚之至，小弟不想错于。喜子，你倒是去不报，满有1年多，早定几次找你去做过，你不去。今天保不要你出家宣誓，你又不可。喜子，你再也不能沉浸在失去心儿姑娘的悲痛之中里。行吧。二姑放心，喜子不会永远消沉，但我目前不想祖国，也不想成亲啊！保不他人，我这就要去坐院拜谒恩师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喜子才儿啦，你在北方流离1年有余，未来向你的父兄呈上约束心得，总是应该的嘛。啊，保不识的签字，那你现在就写一张字。让保我太尉堂身，并替你分章进。现在就写，对，现在去写。好，听见，那别来。是。
狂悲，悠悠波放，去征京，征故铁，别离庙堂，转进街旅窥千归，流星红火色他方，名山去穿可眼见，心血光哎似千丈，北书间关定是文风雨尽，胸中自云千后王兄，请。我与他自认为你雌兄妹，雌兄的聪明老帅娘，幸福吧等觉得天地宽广，方把子生去怎还我胸膛？玄儿私中为夫人，从一见丝丝用计他去想。叮叮的来你容易，生命子满切胸襟，断子丝不曾见，都与我所算其间。你俩共现在共生是在此刻中，你呀就放啊！老太尉不讲了。各位兄弟，戏子书写一笔，求此告辞。戏子，你是追不了了，追不了了。这恰为何词儿啦？你以为这是一场平常的书拟切磋吗？非也，这是西太尉凭书法选成龙。保护他人，我早就讲过不相成亲。相公，我家老爷爷话，太尉若不教诲，戏子该人聆听。天爷，我们走。各位同志，你们上车喽！同志，高西子，西妻子，西妻子，西子。哼，你为报我为贼。原来他就是西厢。
是指心系三岁，要不被他推放人员，各自被克，
上古通阴，落不死鬼。要不是我猜他还想在山山中重阳几个人。常言山水是此其理，弟子正想隐居禁地，与世为邻。昔子年纪轻轻，为何满身隐居之念？哦，我问你，因何来到随园？弟子特来向恩师为报，不予自律。天爷，公子将他片当开。是。恩师，请。恩师，你看，这是历史的泰山石刻，这些是皇帝朝中他的传世，蔡伯杰的西北茶经，宋太傅的小字表，这些写意书法，都内之宝。昔子为师希望你广施博推，请赐予，让我在世，父母在身，望你永为孤山之精华，黑长世界的舒服。弟子绝不过为恩师教诲。昔子此番来，不单是给为师看考评吧？弟子专程为师献媚。不，另外为了大会。恩师，昔子，你是与跟在我身旁，此生情母子娘，心儿不信早传世，为是我与你娘同来，真是不能从呀，岂不可从此晓得自为恩师教诲，弟子谨记。昔子媳妇早喜，你为何为弟呀？媳妇千金是哪个？他就是我一来到你的师妹，人家喜选的好姑娘，小儿他愿到去呀常来往，从空为领袖举中将，为师之言咋不行？既不是不倦，你是心上来，把小孩随卷打开。是。
你的书法果然十分高明。你师妹不但诗不好，武艺跳得好。对，武艺跳得好。眼光。
结果夙愿与不堪，他偏偏何须自珍断悲长看，真理为不真是在前啊，好难用心大气象。太医，那别来。是。西湖早许归东厂，推机早要成梦想。今朝就是尊长辈，小娃传爹不一样。你不为爱慕，对我笑笑也可以。笑？你不为笑一笑吗？此情心啊！那天宣习之时，听王羲之为一心儿姑娘，而不是婚姻，难道是他？星儿，你家是哪里？健康，可是比上长主之女，可谓自卑。不会，你可曾是王羲之？王羲之，报婶婶，麻痹。哎，娘君有吩咐，我将未到魁旗圣上。明日设宴告别庆余，你务必要请到王羲之和他兄弟。王羲之，哎呀，娘婿啊，媳妇贤婿，你趴在王羲之身下，为什么外请他们？我死于逃离。众位师兄弟来了，请娘君，娘君，我把新郎官请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也少来了，请。
外祖即将回到魁吉身上，今日的失音自必请问好友。叶少兄素以黑亮，今日得是大悲，怎可窗外逢迎？多谢皇兄。叶少年轻有为，军长得意，不妨再来个官长得志。外祖有意上言，想真情照例，将我这个魁吉妹子藏于你，是否？我乃因云夜我复以度光，臣各有知啊。在下一女性卖得一名死去，姿色破家，太尉些许，不虽败在也少手下，可是我有这个小妾之翁，也很不错啊。今日怎可换他得来，转为也少这句？外祖这是何意？换心儿，心儿，心儿一句。心儿碰到到平地，在我巴掌全心儿。师兄爷，还是一样，可是见。也手中了西太尉人龙快婿，邻居当中也少开口，幸而上去进去。常听得师兄已是很老许，无心难分。自己沦落，不想
二人难逃目的地，分明是屯阵鸳鸯又相见。细细看佛中张黄衣裳目不放，藏州中留神黄衣。幸而为君媳妇快去。
与我，她毕竟是个傻女子。此女是我从军营中买来的小妾，我想这样就这样，或许也少点小心哟。老小去打，不能打。为什么？他是我的红颜知己。什么？他是你的红颜知己？往外走，恻隐之心，曾经有之。为臣请你同于泰山。我于心啊，今日谁知各是命分一体，两不牵涉。你只是领着与他不于心所争，一切开价，我王羲之不惜倾家荡产，要将心儿所了出来。话外主持，你怎么开铁杆的枪？不休息定下，让羲之做下心儿。对，哈哈哈哈！王羲之啊，王羲之，你想一手抱着太尉千金，一手累上我的小妾，好事都让你一生夺罪吗？请你把真重些，什么讲？我王外祖万你军到要靠卖小妾为生的地步，我祖宗有的是家着连城的现世珍宝，却都不在我眼中，此却不卖。我要他为我王叔子别。你放心，啥日也少来访，我领此妾专门为你配居。皇外不是当初我俩就因门的元素招来了命运之灾，如今你已是媳妇快婿，我却认为王府的小妾，师兄你就放了我吧。我不能上他，等你死死领着，定要为你故死有此生。师兄，你是救不成我的。当年你征发红事，愿经验世道，成为天下第一之将。师兄在，他能再次鸿运，幸而我关心受苦，凡事有生。你大人，你爸爸卖了我已此断此马，永不辞别离。冲下去打！王羲之啊，王羲之，你这双手总能写一笔好字，胜过于我，但去了太尉千金。可是你却不能从我手中得为你的红颜知己。走啊！是天啊，是羲之，羲之。
才好。公子，哎呀，不能再喝了。拿金狗，拿金狗，拿金狗，你拿金狗，拿金狗。下去吧。
切早不应，枉作今日你不肯。原来心儿已放生，看不知何则能见可怜人。枉作他旧言自高听着你，不想要举灵不明灯。原来他一心儿见了面，难怪他回来这把门去争。喜结相见，曾有情，非泪盈眶几针。你要苦言诉你太后冤。心儿不枉此一总是个一句作践的妓女子，自今子没得生。这个一岁好日，巧不能只有一个惨女子。又有何用？又有何用啊？东华你必须笼络其人云。飘着云脚着中，纵着你一泻千里情相他，纵着你青草满藤紫金红，纵着你别把青头头满地风满光光放放过心，多心银水满金比妻子红。你不能，真情心儿与水红。
去上，皆用土考。
着最好。是，夫君，酒宴都已准备好了。与老夫人，王叔语中养罪内心，说要夫君的兰陵去征集。他想拿我的事向当朝权贵献媚去用，不了。他在信中还在地道心儿，看来已在要挟。夫人，我们定要设法救他心啊！夫君功夫繁忙，这件事谁交给我来办吧？哎呀，夫人，禀老爷，韦夫人来了。恩师来了。此次三位怎能不来？岂知为娃要问你。恩师请。恩师走。夫妻真言。禀大人，三阴月令、四季月令、上月令、传月月令到。有请，有请。本是请参去一旁。大人请啊。村前内是大人，村前内是大人。作为他人请了。背着金色，这村死生别过，成事不公，望大人见谅。兰亭衙尉本该如此，请各位在秋水之堂随便坐下。谢大人，请。哎呀，那大人，去年兰亭衙尉一定在春光明媚的日子。为什么今年却选在车子当头的大热天啊？选择这样的日子，自有他的妙处。玉鸟月令马大人到。一跪。诸位，有力量，有力量，有力量。村前内是大人，马大人已在边去。嘿嘿嘿嘿。多谢了，多谢了，马大人，今天是奉正押解，不是官长面子，你这一身陶官帽，可与我们有点格格不入。马大人初登官场，年年不忘官去，也是在所难免的呀。此位不必耻笑，小弟滚木不离身，是有道理。哦，什么道理？我给大家通报一个内幕消息，
扬州此事，王叔大人不是就要到会稽督察来了？扬州此事是朝廷封疆大吏，不知业绩，内库满用，是我们亏心的顶罪上司。因此，我天天穿着这身官服，准备随时迎接我的娘去。呵呵，原来是此。内侍大人，扬州此事，王叔大人不知具到会稽督察，大圣是否得知啊？我常不知，此事大人要来督察审计，我才是公儿。马大人，你倒是小心灵啊！是啊，扬州此事是会稽厅的顶头上司，却是你马女婿的内亲，你是要口主靠山大，小心灵啊！对，要看出靠山大，小心灵啊！诸位。今日兰陵区委不请文人雅士，专请会稽官员助阵官员。慢来，还有一股上。司顿长老，你也来了。我刚从健康家堂拜寿长子回来，听说内侍大人要开兰陵城外。我是不请自到，内侍大人不会把我这个不速之客关出兰亭吧？惜之不过。今日兰亭区委有的是好酒，你就开会抗议吧！作为他肯。莫阻挡。
言吧。对，他真是的是。来，抬酒上来，瞧你开封，瞧你开封。我心恰罢，三天几命空，不闻神居仙。此等大事，请阿弥陀佛。天生只想唱一首歌谣，请各位大德听听。你唱吧。长月之事，这一个月逢你，不必大惊小慌。哦，那就马月令谢谢大人。这句存不存？准，且这个准，那就想不想？太想了。好，存下那句不可不让，作为他人。哈，起。四位大神，你们怎么了？若知其中奥妙，长老一一骗子。请。这不是酒，是水。对，是水。亏计山下的这水，是万千之民的泪水。但是他还自己竟有过了，错开过场，讨美过了，官上勾结，娘堂四句，没去保你之生命，死我于不顾。可但是余姚百姓兄妹半般的反命者，把官府告下了。
全家长，鸡鸣豪情变成响。军院中两军乘风破镜子，可尽真推风凉，就像奴子把心出，皇军才能救饥荒。本光今日半年里，前去进军凤九岗，唐云四娘唐金陵，一番年曾唐相旁，那别来。窥见他后，吾飘遍体，为解救疾病，到远自会，他办京剧严令，千军官员一力进军，丧家民奴或许死鸟，千军团聚一年。腾命生死，为在年成不退。好，好比古烈本说明的金九营，也能传宗接福，防止流亡啊！今就当中本国开头，厮杀不争金陵，一令年成不退。本官早有意向，窥见所得国员，立即开场征战。你们都照常了么？备罪证明，开场放粮。欲要愿令，兵大人，马愿令他留了。丁大人，扬州刺史王子大人，王子作战，归期正经，请归期那日，列且前往国宴，不得一误。好，本是前往御窑，查念官场，将那马兵再去官宴，拜为刺史。他等一礼。司令大人，贵之内侍夫人与要事去见。哦，不见内侍王羲之到来了，内侍夫人有请。是，有请内侍夫人。
乃太尉千金，连理去哦。啊，夫人，今日相见，使我想起当年西太尉王府鲜血之事。过去之事，替他作甚？忠心长子何设防子？想当年，尚是西太尉不听同仆之言，我王叔也不会留下落选之婚呐。那苏东便是西选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早就知道了，是西小姐自己出现了红人，今日这西之兄造成终身遗憾啊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西小姐不知道王羲之心爱的不是你，而是星儿吗？星儿她现在怎样？星儿还是我的人，到今天他还念念不忘一少女。王大人，请你尊重王羲之。想不到夫人是此大度钦佩。大人，我与叶子相聚，想见见星儿，只有那星儿上场。人了豪门真闭目，宽谈人生有天命。星儿，这是亏金内是王羲之的夫人，你快快见过他哩。是的。想把星儿带走，
真是此意。今日有成身之美，你要心儿我成了。心儿妹妹，快来谢过王大人。妈，夫人有心，还不知西师兄愿意否？这件事我还需西师兄好好商议才是，请夫人为夫。心儿，此今夫人与他已是姐妹，我理当好好关照，请夫人放心。娘君，娘君，娘君，娘君救我！你妈的，父亲正在颠覆于他。走啊，去！心儿，你要多见好子。下去。你为何这般狼狈？啊呀，娘君啊，生儿我万事被王羲之渣子发配，下令偷去，好不容易被我逃了出来。你所为何事？他们生我对局官上垄断密室，套用公娘杨少死去。你犯的可都是杀敌的他才。哎呀，娘君啊，王羲之怕人四处追查，你让我在这里先躲上一躲吧。哦，娘君，娘君，娘君，立住！立住！娘君，我这个立住嘛，也是你亲戚生的呀。你还是王羲之求见。娘君，这个好，娘君，娘君，来人，快将他带到会院督上一督去。回王羲之传见此事，他手一扫，不必努力去。下官因判你紧急公务，未能切实拜见，请他人见谅。也少客气了。今日你我久别相聚，不但正是心绪有久。他人下官有节日禀报。你看，我都不见，你见什么？也少，为官者要虚实不操，有限不惊。你这个结草兵也得改一改了。他人如何教诲，下官洗而不听。也少，此云难测。为官虽要配元通，
人团长害你方案不发，是不是有才不就一家园痛？外祖我断句要谨慎。哪怕情人万过把，我也要把你灭尽不宽容。好，大人好言装心胸，昔日等是当起红。团团马的翻过把，围在潜逃府营中，请他人下令他才明头，将马兵臣子一帮陈皇兄。哦，马兵败了后才他强害贼民于水火之中，他又攻了粮草四局，官上如今才他难用。王羲之，我想你只知人生，不知廉洁。马必有在当着，本官绝不胸襟。不过羲之兄，你却把世子之名。下官原本细想，叶少，你我同心同宗，我对你是常人乖外之心。这是你为官不仁，犯下他事。昔之我也想以廉政爱民为其人，不知犯了什么他事。你这诚心诚不可，此人傲我欺凌人，高官贵气都不配，一朝有日少之身。你算开官场把贼人逼，先上好兵朝廷，朝你分分上和分，外人向明谋参他平开明。幻魔子女困境境，无飘边也同生，开场真在前时候，先因后对为邻，须知究竟于后台，天日早早见我心，不若临阵后所去，为民后台，我不愿不会自当成。叶少，不必着急，我有一方可以让你言我下贼。哦，当朝谁知外闻丞相对你的书法颇有在群之意，对你的兰亭序更是赞不绝口啊！与我请你从中而解，将兰亭正气先于万正下，就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全。我本不才，我用邪魅劝回，要不交出兰亭自己谈不到。可，你的这脾气又来了，此日免的。
他人下官查子，犯官马逼，也都是他人佛体之中，请求立即搜捕。哪有此事？本官不知啊！他人不知，下官退牢。来，在是黄西子。你真是父母去！兵大人，马匹早到。上来，走。哎呀，大人，下官子噻，下官子噻！哈哈！娘去，哎呀，娘去娶我啊！娘去娶我！娘去娶我！去！娘去娶我啊！谢堂臣。慢，王羲之，你难得到我府里，就不想见见你那红颜知己？哦，行了。这个，王羲之，万事不要走得太绝。你不为自己贤正想想，可也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想怎样？莫非要我方为马匹？不，交出南京证件，你就可以带罪心儿。我怎了？慢，明日我派人将心儿送上门去，一手将天，一手将神。大人休要不义，送他去。好啊，你三人报喜做好事。这帮人怎么晚不见将杏儿送来？铁爷，你到路口去看看。是。心轻轻一往往，能点几番祈祷随为知心妹她不配，同曾莫报交往我来拉你红木香来啦！李大哥，杏儿送来了。好，喜贵客。
将星儿送上门来了。好，来，老爷有话不见不报，不能放人。莫报才死，状告此事他人，1月之后继续归王。是。回家吧。悲惨。
越君心儿心儿思，越曾团过方配药，为官不能藏匿
们心有愧，沙尘生匆匆，岁月似箭，惜字一生，资财数年，岂能在无要的争斗中耗尽鲜血？我宁愿归隐静听，绝不做娘曾必须的勇力。喜之兄，怀之兄，你我已多年不见了。这金庭国群山隐隐，流水潺潺。愿你成事成业，倒是个归隐的绝好之处啊！是啊，我们老了，如今都是老成了。喜之兄，
你是此的天堂。外祖兄毕竟是当朝丞相，气度不凡呐。此外，既是爷爷，官之人相，也可谓是臣正之切。可也怕黎民之徒，后患之端啊！我是细细之儿，种种过入，这眼见青山有色撇清，一般沿着，一般云埋。做荆草之边，接近中荒陵。谢子兄，这许多年来，我总想问你一句话：你一起馆长，难道真的没有一丝半点的留恋？我以隐居之外就业，外祖以现在万闻这些，是梦中女也。谢子兄，想当年你我龙虎相争，倒退来，你看以前那些事，走马灯一般，什么都没有结果啊！不，风吹过了，水流过了，可青山脉过，死在前前，生在永前。你是说心啊？唉，当年做下的事，已经难以更改了。哦，外祖兄也有这种光慨，不信你我这般对话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啊！生存花恶死，零落归山去。谢子兄，其实我很羡慕你，千百年后，世人只知你王羲之，而不知我王朔为何生。地方官引我来了，都想与羲之兄在多少有谊呀！去吧，去吧，你为国也不逆呀。羲之兄，这本是你的没报，当年我却把他讲专利。外祖兄，今日就让他我归原之。外祖兄，你错了。